呢套108方啊，呢個裝修風格真係好唔錯。呢邊就餐台、廚房，佢進深夠晒大，有個生活陽台喎，而且廚房嘅採光都好喎。再睇下客廳，客廳都夠大，而且南向嘅，望住小區嘅園林啊，仲有別墅。呢個戶型最大嘅特點咧就係採光好，Let's go。